同學你好啊，可唔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呀？可以啊，而家係讀緊咩專業呢？我讀緊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環境管理。最中意教大咩地方？我中意 Block E 啦，因為有好多運動嘅設施啦，同埋都中意啲 lab，因為我哋通常喺 lab 上堂。咁你喺 lab 上堂嘅話，而家可唔可以帶我哋去 lab 去轉一轉呢？可以。我就叫 Cheryl 啦，而家讀緊 Year 3係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嘅。因為我哋呢一科係綜合環境管理啦，咁我有睇過我哋個 program，其實會 include 咗好多唔同類型嘅課堂，譬如話我哋會有出去 field trip 嘅堂啦，可以親自去試下攞樣本啊，去觀察下到底可能香港唔同嘅環境嘅問題或者現象，亦都去咗了解日本點樣處理佢哋嘅垃圾。我哋喺日本好深刻就係見到好壯觀嘅一個好大嘅垃圾鏟，佢就係夾起咗好多垃圾。咁雖然隔住個玻璃啦，但係我哋都全部好訝異，覺得哇，原來可以咁樣去處理垃圾嘅。咁睇完之後，我哋就學以致用，去咗夾公仔。咁我哋呢一科畢咗業之後咧，有啲同學會考慮去加入政府啦，可能入環境保護署，亦都有機會去做環境嘅顧問。咁譬如話係而家好多公司都會發展 ESG 嘅部門，咁我自己都有興趣嘅，因為我覺得同香港一直個環境比較貼近啲，去跟住個走勢去做，咁我就會覺得冇咁悶咯。